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那现场有人有过谈情说爱的经验，请举手一下。谈情说爱。哇，这都没有。好，一直不能再谈情说爱，我要先进入到大学毕业啊。大学毕业不是以前那个哈，我们都有谈情说爱的经验。在这个时代，谈情说爱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尤其台湾这近几十年来是一个困难的年代，很吊诡的年代。从2008年开始，每一年台湾都会选出一个代表字，代表台湾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来票选。大家记得10年前吗？10年前选出的字是一个黑，黑一定是不好的啊，黑心商人啊，黑心商品等等啊。2013年选出了一个甲，那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饮料是假的。只要滴一滴那个什么柠檬什么都是假的油也是假的假的东西，甚至在学校老师的论文也是假的。2016年选出了一个苦字，那一年台湾发生了很多动荡不安的事情，就是台风、土石流、地震特别的多那阵子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苦，很害怕。那一年也是我们跟中国大陆整个本来是好像两岸一家亲感觉上那个突然整个掉下来之后不管观光地区等等突然就非常的惨，没有客人了，没有观光客人，商家都非常的苦。2017年大家记得吗？来，那个猜得出来等一下会后的话传道有一杯那个热拿铁去年选出哪个字？茫然的茫然的茫。去年整个在职场上面知道我跟他拿手机，我赶快讲。茫然的茫劳基法一变再变。那青年低薪看不到未来，空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前几天是台湾空气最不好的一天。但是很奇怪，在我们野外礼拜那天是全台湾最好的一天。两岸的局势全球的局势都不明，以至于大家都对台湾非常的茫然。我记得在2017年快结束的时候，选出个茫然之后，那时候期盼2018年可以出现一个字，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希望在2017年很茫然嘛，所以希望2018年经过一整年结束的时候，到年底能可以选出一个字。这次的时候这个是换那个50男的，什么混珠什么？混珠来历。希望2018年结束的时候能够出现一个字，来什么字？美。美。很接近。快乐的乐，快乐的乐虽然大家都猜不到，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好消息，刚好有听到那个。圣诞爱宴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什么感恩礼拜的时候好像有人会提供很好喝的那个珍珠奶茶。大家应该知道珍珠奶茶，听说好像100杯好，2018年大家期盼2018年显出一个快乐的乐，因为在这10年，其实台湾人真的觉得非常的痛苦，政党不安定很多变来变去可是经过这2018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2018年所发生的事情是超越之前你所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很拼命在上班，很拼命在读书，都不晓得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可能比银发族、后出平台老人家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每天都会看新闻，我每天都会用新闻，然后用箴言里面的东西跟他们分享。我都问他们昨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会用很积极的跟他们分享。2018年开始，台湾有很多的伤害，那个杀人事件我们看到嘛，把人装到水泥丢到河边里面，那也不稀奇。最近一个最惨的不小心，前几年不小心过马路看到一个小女生，你就走过去把她头砍下来，这个也不稀奇了。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有一个人把他妈妈头砍掉，丢到公园里面。
发生过了。不用马翻车的事件也是，我看到我还以为在拍电影，因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有这样的一个剧情。但那许多都是因为人为的疏失以至于事情的发生。接种疫苗是帮助我们，可是疫苗竟然怎么样？也有问题，疫苗也有问题。我们真的不晓得台湾的社会现在到底是在演什么8点档的连续剧，或者是在拍什么电影。我想在2018年结束的时候，应该没有一个人觉得代表这是快乐的乐。至于你自己呢？你对2018年要结束了，你要选出什么字？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还有1个多月，你可以继续努力。这是一个让人很伤心、很惊慌的一个年代。但是可以让人安慰的是，台湾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当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灾害的时候，突然大家又心连心、手牵手，好几十年前会唱明天会更好，然后隔壁的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台湾真的是出钱出力。印尼地震海啸的时候，我们台湾也是出钱出力。刹那间，台湾人不管是政治人物，也不再分族群你是哪一族群的，你是哪一党的，歌星们有钱出钱，大家有力出力。我们看到日本人特别谢谢台湾，日本人对台湾特别的好感。突然之间，我们觉得身为台湾人非常的骄傲，有没有？非常的骄傲，很有盼望。可是呢，最近选举一到，大家要看到什么？看到台湾人怎么突然变一个样？前一刻大家手牵手，我爱你，你爱我。突然这一刻，选举一到，壁垒分明，你一国我一国，互相骂来骂去，抹黑抹红，亲人同事，不是现在才有。其实政治台湾也好多年了，在团长还年轻的时候，大概子怡他们还小的时候，那个早期是陈水扁跟赵少康，大家听过吗？那个年代，黄大洲，你知道吗？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做业务的话，摩托车每一个都插旗子都是插不同旗子。这边其实插陈水扁，这边插那个赵少康，这边插谁那就这样，一起上班一起工作，可是是不同档。下班之后，你跑你的厂子，我跑我的厂子。台湾就是这样子。家人就是为了选举的话不讲话。每一个人好像心里面有非常多的委屈，不通过选举来呐喊一下，真的不爽。喊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喊一次？我喊2个字就好，好吧？你们喊一下我喊动声，你喊动声。好像不喊一下都不开心，为什么呢？基督徒因着教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把我们牵引到教会里面。平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谈爱的地方嘛，对不对？平常我们一起服侍爱餐服侍，然后哪个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一起去探访他，关心他们，然后学业成绩比较不好，陪他读书，关心他，有走偏的，赶快把他们调正，等等，关心他们。可是当选举一到，或者是有特别的议题在教会的时候，突然每个人又失去理智了。平常不是谈情说爱吗？怎么这个时候大家就又壁垒分明了？如今在台湾这块土地，甚至台湾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现象就让我想到上个礼拜魏老师在讲疾病。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是不是生病了？我们一直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其实台湾人是不是生病了？我觉得我们台湾有人格分裂症，我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你一会儿非常好，然后又一会儿又吵架，谁受得了？所以这样礼拜魏老师也说，外在的病痛其实医生好医治，可是内在心理的很难医治，很难医治。我们前阵子上个礼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我们会知道说，很多自杀的、很多烧炭的、带着孩子的，都是因为家庭亲近很苦。可是上个礼拜是一个人住豪宅，一个医生跳楼自杀，
有没有人来当医生的？你不要以为医生不会跳楼自杀，医生跳楼自杀，我们没办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人的心渐渐受这世界上的影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心其实已经打结了，我们的心已经成为政治的奴隶。每当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发作一次。我们的心成为金钱、股票的奴隶，我们日也想，晚上也想。我们的心常常成为地位跟权力这两个好兄弟的奴隶。我们的心成为学业，成为成绩，这会成为学校的一个奴隶。只有考上好的学校才是人，考不上好的学校就不是人。我们的心也成为，不晓得有没有成为电玩，成为网络的奴隶。不是我们在控制它，是它在控制我们。我们的心成为感情，现在人不会谈感情，不会说爱，我们成为感情的奴隶。得不到我就把你杀掉，太恐怖了。得不到我就给你杀掉。我们的心也成为夸口的奴隶，我们成为骄傲，我们会自私，真是我们会自卑，我们很不安，我们爱比较。我们的心其实已经打结，我们的心其实非常非常的黑，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每当在结奖章的时候，其实我跟牧师，其实奖章都第一个对我们说话。我们写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应该是曾经发生过，我们也是，我们的心也曾经打结过。今天的经文第6节说，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经文第6节，好，刚刚没有让你们读到经文哈。来，大家可以来，请。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个女子她非常的委屈，她在诉说，她自己的葡萄园，她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她的兄弟恐吓她，对她暴力相向，叫他们要去看守她的葡萄园，以至于她一直在工作，她被晒黑了。她说：“你们不要看我黑，很奇怪，其实我也不想黑，没有人想黑。但是整个大环境抽了价值观，深深影响着社会，影响着学校，甚至影响着家庭。我们都知道，家庭是我们最后的堡垒。每当我们在外面受了委屈，我们都会回到家里面，然后找谁诉苦？找妈妈，对不对？很少人找爸爸的啊，都会找妈妈。家是让我们感觉最温暖的地方，安全感的地方。可是现在多了很多的调查报告，很多肢体、很多语言、很多思想的伤害，都是家庭暴力产生。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家里面，我们都会受很多的伤害。传道也有，牧师也有，牧师有讲过见证。我们被贴标签，会被比较，兄弟姐妹会被比较，甚至跟邻居左右比较。我们那个年代重男轻女，像最近，我也对我2个妹妹很抱不平啊。我们金门都是那个土地重划啊，爸爸说要分给我们一块地啊，很高兴嘛，你要分就给我嘛，我也不知道，这是过户就给我了。但是2个妹妹竟然没有，2个妹妹不是人啊，竟然没有啊！重男轻女那个年代，阿嬷听老孙，阿嬷有没有听那个国宴？阿嬷听老孙，几个姐姐可能会吃醋，你都不知道，心里很那会比较谁比较乖啊，谁比较会读书。有一句话，世上的牧师好久，你就是饼干，你就是懒惰。我们都在内心都带着这些的重担，这些破碎的形象，我们在长大，以至于我们自我的肯定的部分，我们很低落。我们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葡萄园，已经失落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但影响我们，甚至在控制我们，控制我们的生活方式。它帮我们决定什么是好，是不好。请问一下，隔壁的智能高中好不好？没有人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去读好学校，你不读书也不见得好。智能高中
边楼梯下去，我们左边那个1楼，我常看到好多孩子，虽然他们可能骑的刚刚觉得他不好，他们那边叫美发，那边是美发教室，然后这边的4楼顶楼，传道长在楼上可以看到他们在切场，你不要以为外在觉得他们不好，修理汽车的好不好？大家都觉得不好，一定要读书的才是好的。市场卖菜的好不好？开计程车的好不好？好，怎么不好？对不对？没有人开普悠玛的那个司机好不好？就是大家觉得他不好嘛。做保全的，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人做保全，弟兄姐妹做保全的，爱主的，也有打扫的，清洁人员。我们教会打扫的阿姨，真的，她虽然不信主，但是她真的很好。我们教会前阵子一个好臭，冰箱里面流出很多东西，她就一个帮忙清。我们觉得不好的，不见得真的是不好。我们一直在别人期待当中长大，去完成别人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我们一直在成为别人的复制品。从小我父母亲就希望我当公务人员，为什么？公务人员呢，稳定。后来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人要去当公务人员，只有后来小妹真的是要考上公务人员。他把他的期待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内心其实隐隐约约，我们盼望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期待又怕受伤害，因为我们不知道真正的自由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可以让我们安心去走的那条路到底在哪里。我们继续用隐藏真实的我们继续戴着面具在过日子。我讲一个超扯的一个事情是我以前上班的一个同事，他同时交3个女朋友，3个女孩子都不知道。他曾经同样看过3部同样的电影，看3次，这是真实的，看3次。他可以戴他的面具，我生怕他叫错名字，他戴着他的面具，我们是不是也戴了很多的面具去上学去上班？在家里面，我们戴了很多的面具，但是我们知道，面具戴久了，跟我们内心它总是不是不合的东西嘛？不合的东西不断的摩擦，它会让我们非常的不舒服。其实我们是很疼痛，我们非常想呐喊的。我们真盼望有一个真实的爱情可以临到，而是不要让我们那么的痛苦。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1章2到3节，经文，请。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如馨香，你的蜜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我们知道这世上的爱情，可以让我们安稳的爱情，其实只有一条路，它绝对不是这世界上所创造出来的快乐、享乐，让我们满足的酒。酒只是会让我们暂时的解放。有喝醉酒的人应该知道，喝醉酒的时候，其实醉会先吐，那个吐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传道年轻曾经吐过，因为我都是用干杯的会吐很难过。等酒醒的时候，变成你头痛，非常痛，非常的难过。甚至在这个中间，你讲什么话、做什么事，其实你都不知道，所以才会叫酒后乱性。你真的都不知道。酒醒了只会让我们自己有更多的痛苦跟空虚，我们内心那个很深沉的那个黑，是没办法用酒、用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可以来把它洗干净的。主的爱情比酒更美。台语说，主的爱情比酒更好。台语的翻译会更好、更深入。只有上帝用那无限怜悯的爱。他用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来挽回我们，来洗净我们。他用耶稣基督来代替不配的我们，成为宝贝。主耶稣亲自像那个膏油一样，贵重的膏油，他打破他的膏油，流出来救赎的血来救赎我们。主耶稣用膏油来救我们，
只有这样牺牲生命的爱情，才有办法让我们得到拯救。我们要求主耶稣牵着我们的手，跑向一条安稳的一个道路。我们再来读第4节，第1章第4节，请。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妨碍我进入了内室，我们必以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有主耶稣这个贵重的一个宝贝，既然有基督的香味，他的馨香在吸引着我们，不然你今天也会来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下定决心，我们要除去我们的惊慌，放下我们世间的重担跟劳苦？我们要离开让我们打结的那个心，让我们心打结，这个世上错误的价值观继续来引诱我们。我们要盼望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转身，我们要跑去追求主耶稣。大家都应该多多少少有谈过恋爱的经验，在谈恋爱的时候是非常的互相的吸引。唯有主耶稣的爱情才是真实的爱情，唯有主耶稣的爱才让我们真实的欢喜快乐。各位弟兄姐妹，真快！2018年的时间就快要结束了。我不晓得你们的公司，或者是你自己个人、你的家庭，你有没有什么计划？你现在完成怎么样？你2018年你定的目标，你完成了几样？有的人定1年要出国好几次，甚至有了你的收入、你的存款，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非常好。我们将会在17号，我们会召开前年度的事工研讨会，这边有一些团契会长，你们都要参加。这阵子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部员为了教会的一些设施、一些愿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开会。教会不会为了做活动去推动事工，我们每一个事工或者我们每一个做了一个训练，甚至像我们昨天我们社区去参加门徒训练营一样，每一个设备，每一个需要增加或修理的，甚至我们每一笔钱的支出，我们都要跟上帝给我们教会的意向是要连结在一起。没有意向，灵就放肆。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教会不是机构、社团，教会不是公司，教会不是学校，教会是一群为了要成就、建造荣耀上帝的教会存在的。我们是为了建造上帝荣耀教会存在的。有些事情你不能做，有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去做。我这么说好了，每一年当然有个计划，有个预算，可是当碰到那个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也要去完成它。以我们修缮来讲好了，今年的修缮，先让大家经历到上帝满满的爱。当我们发现到教会漏水了，可是我们没有编预算啊，那可不可以做？要不要做？要做啊！上帝激动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2个月里面，我们就集合大家的爱，一点一滴的爱，我们就完成了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完成之后，其实得到最多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约翰一书4章19节这样说：我们能够有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可以有爱，是因为主耶稣的爱先临到我们。主耶稣牺牲的爱，才让我们有办法爱。你不是去学习怎么爱人，外面很多的课程学习怎么样的爱，可是如果你没有主耶稣的爱，你真的不懂得如何的爱人。传道导正大家在2018年这个中间，你跟上帝的关系是进步还是退步？我知道个人的工作目标完成很重要，家庭的经济、升学旅游也很重要，教会许多的事工活动要推动也非常的重要，社区福音的广传也非常的重要。传道这些都不否认，因为传道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爱情比酒更美。
主耶稣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一个优先顺序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们每一刻我们所努力，我们看得到活动的一个成果，我们所赚的钱，我们的功成名就，如果没有连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些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个只是自己干爽而已。在以前传道面连接主耶稣的时候，我赚的钱就是干开心而已，真的是干爽而已。世界上的香味，世上的酒，没办法很长期的存留下来。世上的香味也没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跟平安。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没有爱的火花。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感情有多好，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有信仰很好的信仰的一个生命。可是大家要知道，关系的维持是要下定决心的，关系是要牺牲奉献的。我们都知道，男孩子在追女朋友的时候，不管天涯海角，骑着摩托都去载她，是不是？现在在追了，可是有很多当结婚之后就变一个样了，爱情已经不在了。当主耶稣对我们不断的邀请的时候，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房门的时候，房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我们是一直在门外徘徊走来走去吗？我们常常在外面，然后羡慕里面的，很好奇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很羡慕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呢，一直没有勇气走进去。第一堂的时候，我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现在传道也会煮饭煮菜，至少不会差不会搭了啊。以前一直看着牧师在煮饭煮菜，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多难而且我觉得我嘴巴也可以炒出一口好菜可是真的牧师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教我煮饭煮菜的时候，我才知道很困难我手机切破好几个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你在门外看的话，你真的没办法很看清楚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隔着纱门在看的话，就是一层雾，你不会看得很清楚的。我们一直在门外着急的，我们到底要不要进去？而这样的时间，1天、1年、5年、10年，甚至有的老信徒已经信主30年了，就过去了。我们的信仰一直停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对主的认识教会不就是这样子吗？教会不就是怎么样吗？我们对教会的信心有限。奉献有多少我们才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们内心那个黑黑的点点一直存在。主耶稣如今又在邀请我们，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说：“你愿意吗？你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接受主耶稣对你的邀请吗？”主耶稣在房门里面邀请你入洞房。洞房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什么叫洞房？传道不要在这种公共场合讲洞房这种事情蛮敏感。主耶稣真的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入洞房，在等见我们的面。你不用害怕，你去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会板着脸，他不会。你会看到他的脸，你会吓一跳，是这么和蔼可亲，那么的喜乐。他等着你见他面之后，把你身上的面具一个一个拿下来，一层一层的脱掉。其实传道到现在还在脱面具。其实我们的孩子只知道，当我跟牧师起争执的时候，那个面具就是还没拿掉。我一直是在求神来挪去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面具。但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不用再装模作样，我们不用虚张声势，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眼里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接受我们原来的样式。我们可能还是觉得我们很黑，我们很
自卑，我们有很多的不足。但上帝的面前，我们虽然黑，但是却是秀美的。我再说一次，我们虽然黑，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是什么样的？是秀美的。情人眼中出什么？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校的校花没有人敢追。等多年之后，看到校花竟然嫁给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大家非常的生气，怎么感觉不是这样？但是大家知道，情人眼中出西施。我很感谢牧师，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宝，一个钻石。他一直对我很有信心，在我在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一直鼓励我。他说：“你就是那个钻石。”他看到，他就看到那个石头心里面的那个钻石，他看到。上帝就是这样子，上帝就是爱我们原来的一个样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我们自己的葡萄园，我们要动手，自己将石头移开。我们要将葡萄园松土，我们要耕种，我们要播种、灌溉。长大的时候，我们要去修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格特质跟个性，也有不同的恩赐跟才干。像传道，音常常抓不准的，我就不要期盼我要跟宇翔一样，我要跟廷义一样。那我会觉得我会了，他们也不会。你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不会，你不要子怡好棒哦，我要跟子怡姐姐一样。不要，子怡姐姐只是有一个而已，她有很多她不会的，你都不会，她有很多坏习惯。你们不要看成这样，对，每一个人都有，对不对？那我们都有自己的葡萄园，我们要接纳自己的习惯，我们要接纳自己的限制的地方。上帝对我们有信心，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相信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们的葡萄园会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的长大，开花结果子。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上帝喜爱我们，在他的教会，所以上帝引领我们到教会。上帝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内心，我们那个不满，能够真正完全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只有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进到教会里面。你才有办法慢慢找回真实的自己，看到生命中上帝给你那个新的天、新的地。这阵子我看到青少期有很大的转变，传道真的对你真的非常有信心、盼望。你们自己要有信心、有盼望，传道对你们真的有信心、有盼望。传道对建成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有盼望。圣灵常常说，一学传道，你对建成怎么那么有盼望，那么有信心？因为我看到建成教每一个人都是好，我有看到建成教好的一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读经灵修、祷告当中，委身服侍，我们要跟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忍耐，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方向。上帝要透过我们原来的样子。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上帝为什么要让你在这间教会，跟这间教会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上帝他有他的用意啊，他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要谈恋爱啊。我们彼此之间我们要谈情说爱。礼拜完之后，我的长老跟我说，传道我们两个常常在谈情说爱。我说对啊。有一天晚上还碰到子文和长老，这是真的。
肢体的一个伤害。求主耶稣宝血的大能来安慰你。你心中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不满，很多很多的委屈，在职场上面，甚至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家里面，会怎么样？就是做不好。你有许多的骄傲，你可能现在在职场上面一帆风顺，你忘了你常常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可能伤害到你周边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人。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邀请大家，将你的心门打开，让我们用真实的自我进到来见他的面。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医治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用真实的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活出盼望的未来。我们感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名的求，阿门。来，再唱这首歌。亲爱的主，Amen.